你好，大家喺人生入邊有時真係會爆出啲好大好深嘅問題噶嘛，例如係關於生命啦、人生嘅意義啦，仲有我哋究竟點解會喺呢度噶？所以今日我哋就想傾下個專為呢啲大問題而設嘅特別空間。你可以先停一停諗下，對你嚟講，生命入邊最大嘅問題係咩呢？可能係人生嘅意義究竟係乜？究竟有冇神？或者我要點樣先可以同身邊嘅人有更深嘅聯繫啊？其實呢啲問題好多人都收喺心入邊好耐噶啦。冇錯，就係咁，呢啲問題真係唔係嗰種可以求其 Google 下揾個標準答案就搞掂嘅。佢哋係需要我哋俾多少少時間，自己揾個可以放鬆冇壓力嘅環境，好好咁諗一諗，同人傾下偈嘅。好，咁要去邊度揾呢個可以深度對話嘅空間呢？今日嘅主角嚟咗就叫做 Alpha， 我哋依家就一齊嚟睇下 Alpha 究竟係咩？你睇呢個就係 Alpha 最核心嘅概念，佢係一系列嘅互動課程。不過重點喺後邊嗰幾個字：安全同坦誠。意思就係話喺呢度你可以問任何問題，講任何心底話，而且完全唔使擔心人哋會點睇，你會唔會批評你？咁咩人適合你 Alpha 呢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每一個人，真係唔理你係有特定信仰定係完全冇，或者你可能以前成日去教會，而家唔去咗，甚至係從來冇踏足過教會，全部都歡迎。佢嘅設計初衷就係為每一個人敞開大門嘅。好，大概知道 Alpha 係咩之後，你可能會開始好奇。實際上堂嘅時候究竟係咩樣嘅呢？會唔會好嚴肅？嚟，我哋就嚟揭開佢嘅神秘面紗，睇下入邊係點運作嘅。其實成個流程好簡單，基本上就係呢三個部分連結內容，從有傾偈，每一次嘅聚會就係由呢三個環節組成，好清楚。你睇每次嘅開始呢，就係第一個步驟連結，大家會好似咁樣好輕鬆咁坐埋一齊，成日都係一邊食啲嘢飲杯茶一邊黐 K， 呢個就首先創造咗一個好友善好舒服嘅氛圍，令大家可以好自然咁認識彼此。食飽飲醉傾開咗之後，就會嚟到內容同傾偈呢兩個部分。我哋會先睇一段片，內容係關於一啲生命大問題嘅。不過講真，最緊要嘅環節其實係接下嚟嘅傾偈，呢個就係一個開放討論嘅時間。你可以分享你嘅睇法，當然你都可以選擇靜靜咁聽大家講，完全冇壓力，而且無論你想傾咩都可以提出嚟。好，講咗咁多運作方式啦，我哋嚟聽下啲最真實嘅聲音啦。究竟參加過 Alpha 嘅人，佢哋有咩感受呢？呢啲親身經歷可能會令我哋更有 feel。就好似呢位 Stewart 咁講，好多人一開始可能都係半信半疑，心諗真係可以問任何問題噶。結果嚟咗先發現，咦，佢哋係認真噶喎。呢度就係一個鼓勵你將心底所有問號全部帶出嚟嘅地方。呢一句說話，我覺得完全講出咗 Alpha 嘅精髓。呢位嚟自英國嘅 Mike 用咗一個非常非常珍惜，你可以感受到揾到一個冇批判嘅空間，對佢嚟講有幾咁重要。喺呢度你可以好自在咁講出真心話，唔使怕被貼標籤。再睇下呢位嚟自香港嘅 Amy， 佢嘅分享又帶我哋去到另一個層次啊！對佢嚟講 ，Alpha 唔只係一個思想交流嘅地方，更加係一段深刻嘅個人經歷，令佢重新感受到內心嘅平靜同喜樂。呢樣嘢亦都令我哋睇到 Alpha 對每個人嘅影響可能都會好唔同。聽咗咁多故仔同介紹之後，而家我哋想將呢份邀請親手交俾你。如果你心裏邊都藏住某啲問題，或者你只係純粹有啲好奇，咁接落嚟嘅資訊你可以要留心聽下。好，課程嘅具體資訊喺呢度，呢個係一個8星期嘅課程，而且係完全免費嘅。時間係由2026年5月7日開始，每個禮拜四嘅晚上6點到8點半。地點就係 Runcorn 嘅 Brandon Road 185號。咁如果想知多啲或者想直接報名嘅話，非常簡單，你而家就可以拎出手機直接掃描畫面上面呢個 QR code， 佢就會帶你到報名網頁。我哋將步驟弄得越簡單越好。咁喺我哋結束今日呢段介紹之前呢，都留一條問題俾你。如果係你嚟參加 Alpha， 你會想帶住咩問題嚟呢？
唔理嗰條問題係咩，佢都值得被好好咁提出嚟，亦都值得被溫柔咁聆聽。